喺英國有冇得打蛇針嘅呢？我係湯醫生，英國註冊嘅家庭醫生。咁如果你係65歲，年齡介乎70至79歲，同埋年齡超過18歲，免疫力係嚴重低下嘅話呢，你就會收到 NHS GP 寄俾你嘅邀請信，去打蛇針。蛇針咧係分開2支打嘅，相隔6至12個月。私家蛇針亦都有，你可以去一啲私人嘅醫療診所啊、旅遊診所或者藥房去打。每支疫苗係200至250磅左右。咁我都想講下，如果你真係生蛇，幾時要盡快求醫攞藥呢？第一就係一啲長者啊，同埋一啲17歲以下嘅小朋友啦。另外就係如果啲皮疹咧，你發覺喺你塊面上面啊，特別係近隻眼啊、額頭啊同埋個鼻嗰啲位置咧，就即刻去攞藥啦。一啲免疫力低嘅人啦，如果你大肚或者你餵緊奶，嗰啲皮疹咧就出現喺你乳房上面。當然，如果你有啲嚴重嘅症狀，皮疹咧係好迅速咁樣去擴散啦，或者你嗰啲皮疹係非常之痛嘅。藥物咧其實最好係紅疹出現後3日，即係72小時之內咧開始，咁就最有效嘅。早期嘅治療咧係可以減低病情嘅嚴重性啦，同埋預防一啲長期嘅病發症，例如生蛇之後嘅後遺神經痛。你有冇試過生蛇呢？你嘅經驗又係點呢？